伫台湾有约80万的外籍移工，各种的产业拢有因的身影。也毋过，即马是有立委讲，伫个船顶咧做事的移工，若准拄着强迫劳动的事件，是定定无电话信号，通好找人去帮忙的。虽然讲即马中央是有来鼓励渔船爱来装 WiFi， 也毋过劳动部表示讲，目前还阁无够普遍。 台湾部分产业的劳动力真靠移工，统计到8月底，台湾有超过79万的移工。拜市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针对移工支持系统进行讨论。虽讲劳动部有设1955劳工专线，通讯软体内会多语言申诉管道，但是有立委质疑，婉用渔业的移工可能看会到，用袂到。他一年到头都是在船上，他能打这支电话吗？1955。 委员，这个远洋渔工当然是比较困难啦。不过我们现在有人提供装设 WiFi 嘛，这也是所谓这个渔业人权行动方案里面一个重点的。那普及率 OK 吗？当然现在普及率比较没有那么全面，甚至比较还算低啦。 远洋渔船 WiFi 的问题，8月也有 NGO 讲，台湾远洋渔船1100只，只有81只有 WiFi 通予移工使用。劳动部表示，因为远洋渔船开 WiFi 牵涉卫星通信的问题，等咧参同业部合作解决问题。另外，9月新竹爆出有外籍移工伫雇主厝内生囝的事件，引起各界关注。有立委指出，假使移工伫台湾生囝，竟然无法度参产业移工同款领生育补助。也有委员指出，有部分失联移工伫台湾生育了后，病院煞予人欠销，因为他没有投劳保，所以完全是被排除在外。你认为我们这样的制度是不是有缺漏？ 而监察院的报告其实已经告诉你们，这个部分应该要去检讨。我们有这个想法要加入，我们也在加入。可是社会上有不同意见，失联移工或者是黑户宝宝的医疗，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负担。几乎都是失联的移工，产生的医疗费用，我们有跨部会的讨论，这个要怎么去补贴医院？ 劳动部表示，假使移工生育补助的问题，目前因为雇主、中人、劳工各方意见无法度整合，要来规划指引。那病院因为治疗失联移工，致使予人欠销的问题，除了补贴病院以外，等咧参移工来员国协商负担。记者讲李玉凯台北报道。